大家拢感觉袂使，你会使，大家咧做就无得。搁伊有咧做，他也不会用心啊。所以讲这代志做袂成功。哦，啊，你若是用心嘅内底讲啊，你真正袂歹。哦，安尼大家来做，其实呢，哦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啊，唯有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咱一定爱去注意的。哦，袂当讲吼，讲啊，唯有独尊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呢，自私自利。自私自利就是讲，拢先考虑着家己。哦，啊，咱会去做着他。哦，啊，咱伫这个，尤其是伫这个道场来讲起，伫社会你若是安尼，你的路会愈矮啦。伫道场嘛是共款，因为信的人，佮包括你修炼，人是看你安怎，毋是听你安怎讲哦，是看你安怎做哦。毋是听你安怎讲，人是看你安怎做哦。因为讲的大家嘛做我讲哦，但是咧做的交讲的无共款。哦，啊，你若如果是安尼话呢，久而久之，叫看法卡手，一种情形，人要搁建议，人嘛无爱建议，因为无效啊。哦，你拢感觉讲哦，安尼就是安尼，哦，啊建议无效，啊一届无效，两届无效，但是你搁坚持要安尼做的后壁，是大家就预定知影讲安尼做起来毋好呀。结果你一定要安尼做，你经过一届、两届、三届了后，人家就不会，人就会去接受啊。哦，啊，你若安尼话呢，咱的路会愈来愈窄。哦，那么呢，而且凡事以我为本，若要照我的意思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注定人的生死。尤其是他拄仔咧讲修行学道，最好是不要这样。哦，那么安怎谨言慎行，哦，啊，要安怎讲大家，哦，会当讲啊，团结在一起，啊，要安怎共同来努力这个道。这个道不属于是上的，咱师尊师父讲道嘛，毋是伊的，是上天的啦。哦，上天的啦。那么咱是共同目标是要安怎？伫咱在世的时阵，咱要咱共同甲即个道达到上好的阶段。咱咧做的是安尼尔，毋是你会甲我的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咱就讲共同，哦，共同，尤其是讲大家咧爱有一个共识。哦，那当然咧，有人感觉一个团体，莫讲一个团体，一个家庭内底，要用啥，敢有大家拢同意的？敢有大家看法一定拢相像？无一定啊，吼，有当遮剩无几个，有当遮吼看法嘛无共啊。哦，啊，尤其是伫一个团体内底，当然一定会看法无共款。但是看法的无共款，无代表伊有对哦，只是好势过来甲去修，角度不一样，敢是安尼？是角度无共个，咱袂当讲伊有对，啊安尼免讲。哦，为着事要好做，唯有就是你爱要咱重视。所以有当时人讲一件代志无重视，爱去协调，爱去协调啊！哦啊，大家咱讲较好，大家感觉讲哦，无可能讲100讲较好啦哦。就讲多数的人，有意见的人，你要咱调伊沟通，我互伊了解着咱的用意，伊了解讲哦，安尼我知啊，安尼我感觉安尼袂歹。你如果你若要讲清楚、说明白，有当时啊人他有意见。我感觉你安尼讲袂接受，安尼做起来嘛无好啊。哦，啊，为虾米？我就感觉好，你为虾米会讲无好？当然有可能就是没有讲清楚、说明白。伫这所在看法的有出入，啊，安尼呢必定爱沟通，爱沟通啊。哦，袂使自从意见无共的人，甲伊当作他是反对的人哦。哦，啊，你家己贴标签不能这样。如果是安尼的话，足侪人咧看。若是咱伤过头固执去，有可能会愈侪人愈离我们远远，因为没有办法沟通嘛。哦，啊，没有办法沟通，啊就大家就想讲啊，安尼就嘛就好啦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咱做人
真的不能太固执。有当时啊呢，真的要大家哦，啊，就要安怎集思广益，啊，要安怎哦来探讨，因为这都是老母问题啊。哦，因为你讲你关心道，我嘛关心道咧，我敢无爱道有方便？你讲你安尼做是要道有方便，我嘛是感觉讲，哦，我嘛道要道有方便，因为咱或许相信，伫咱道场大家呢讲起来。 是讲要互道方便啦，无可能讲要互道随意啦，哦，唔敢安尼做啦。对这个道不敢这样想，哦，就是说，伊个道要咱家己杀互伊，会当往善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哦，咱一定爱去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哦，啊，那无呢，有当时啊呢，这一种的罪过错呢，就比较大。 哦，啊，然后呢，你又会坠落的速生六道。所以讲呢，就是咱爱做谨慎，哦，因为免咱讲会当求圆满，哦，安尼起来唔得，哦，唔得，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当然安尼来讲起来，啊，咱若是逻辑太重呢，到最后，哦，杀伤力不是自己而已，是别人整个团体，哦，所以讲呢。 五禁若破，了解生死。当然啦，五禁若破哦，没有关系，啊，大家人看卖诶，哦，啊，以大家诶意见为意见，皆大欢喜。哦，无好，大家共同承担；无好，大家共同承担，大家欢喜诶嘛。哦，大家感觉讲要安尼做，所以讲呢，就没有哦，特别去生啥物话啦。安尼呢，大家相处会愈来愈有默契哦。 迄默契会愈来愈好哦，哦，因为我愈了解你，你嘛愈了解我，哦，会准啦。啊，若安尼呢，就是讲咱，哦，伫这当中要安怎讲做，哦，要安怎做契合啦，要安怎会当去契合啦，哦，啊，唯有呢，就是不断的证书，哦，啊，咧处事的当中呢，啊来契合，契合就是讲会愈来愈了解我，啊，我嘛愈了解你。 啊，若安尼以后呢，哦，咧做嘅当中，伊会解会愈来愈少，因为咱愈来愈了解，哦，所以讲呢，有一寡代志，哦，真的就是要，哦，这个爱这个啥呢，哦，爱这个，哦，会当沟通，哦，那么呢，五者混五，使五后起修，才会当真正契约，哦，当然啦，以五者来讲起来，伊嘅过程就是因为。 体会都好，所以讲呢，他全力以赴，坚持到底。无论伫对话修行当中呢，那么伫了解着，唔知就唔知嘛。啊，即马知影着了后，你一定要起修，起修就讲你要用心的。咱唔能够吼一天过一天，有啊好啊无啊无要紧。